第二届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案，建议环太平洋的军演要邀请台湾参加，而且嘛要做伙研发甲生产无人机。另外，因为参众两院提出的版本无同款，协商了后会交予川普签署生效。 美国海军主导2年一摆环太平洋军演，2026年又再举行，过去台湾不受到邀请，明年无得较有机会参加。美国参议院初稿通过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，强烈建议美国国防部长在适当情形下邀请台湾的海军参与环太军演，也佮共同研发生产无人机，也拿军事援助台湾10亿美金的条款是保留。外交部将持续关注法案后续进展。 并与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维持密切沟通，共同深化台美伙伴关系。美国参议院版本也要求国防部长办公室简化加速对外军售，也若9月通过美国众议院版本，相关要提出简化国防采购流程的计划，要求甲台湾建立战略国防科技伙伴的关系，同意继续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，并且调升到10亿美金。不过，对着参众两院版本无同，会来协商，对各自版本删减妥协，而且重新表决通过了后。 结果上告总统川普来签署生效，可能也是要国际上的奥运，对吧？我们讲搭上线啊，或者是真正去认识更多不同国家的军队训练状况，我觉得对我们的军方来讲，其实是有很好的注意的。 专家认为，甲2025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，甲台美军事创伤医护计划等。明年台湾有希望参与环太军演，各国应该赶紧做好准备，像甲其他国家军队的外机沟通、机关协调能力等，才发到就有甲多国共同军演的时机，提升这个协战量能，加强合作强军。记者自鸿报道。